不怕生死，主持梁子敦。好，咁多位聽眾，你哋好啊！嚟到呢星期六嘅晚上9點鐘，而家呢，你哋收聽緊嘅就係新城數碼生活台嘅節目《不怕生死》，我係主持人阿奴梁子敦。咁啊，又一個星期六嘅晚上啦，咁啊，唔知大家習慣咗呢，每個星期六嘅晚上都聽到我嘅聲音呢，知道呢又係會講生死嘅時間噶啦。咁啊，今日呢，就當然啦，我每次都梗係要請下嘉賓上嚟同我一齊講下呢個題目噶嘛，因為如果唔係淨係得我一個人講呢，我驚聽眾都會覺得好悶啊！咁所以呢，今日呢，我嘅嘉賓呢，就帶我哋呢跳出香港啊嚇，即係我哋成日講嚟講去都係香港。咁當然都有試過講過下即係美國即係喺 New York 嗰邊嘅情況嘅。咁但係呢，今次呢，我哋就唔使去到咁遠，我哋去翻呢東南亞嘅地方。咁呢，就係新加坡嘅情況又係點樣嘅呢？我諗我都好有興趣想知呢，究竟即係新加坡佢自己嗰個嘅即係關於臨終照顧啦，嗰邊嘅發展又係點樣嘅咧？尤其是即係早排咧有一個嘅研究所講啊嘛，即係我哋嘅死亡質素香港就渣咗2位啦嚇，但係新加坡咧就高過我哋都唔少㗎嚇。咁啊，即係究竟人哋有啲咩做得咁好，我哋有啲咩可以即係值得要去參考，甚至係即係快啲追翻上去嘅地方咧？咁我就請我嘅嘉賓咧就係呢個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嘅心理學系助理教授，亦都係同時呢，就係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嘅榮譽講師，就係何孝恩 Andy。你好。你好，安娜，你好。係啦，喂，咁啊喺講新加坡嗰邊嘅情況之前呢，不如即係俾我聽眾認識下你先。喂，你啲廣東話好好喎，你係新加坡人定係你係邊度嘅人啊？我本身係香港人嚟嘅，咁但係好細個就過咗加拿大生活，一個好 typical 嘅太空人家庭啦。咁父母就不停搬嚟搬去，咁我就不停跟住搬嚟搬去咯。哦，跟住所以就即係喺加拿大就讀你嘅即係中學、大學咁樣咯喎。中學有一部分時間喺香港讀㗎。咁我其實中學喺香港畢業嘅，咁我當時係讀漢基國際學校。哦，咁讀完中學之後就過翻加拿大讀大學咯。明白，因為 Andy 其實都叫做即係識咗一段時間嘅，但係好多時就係可能喺香港大學上堂又好，或者唔知咩情況都好，或者係一啲國際嘅學術會議呢，總會見到你嘅。咁啊，但係好多時都係匆匆忙忙咁啊，握下手講幾句咁啊算噶啦。其實真係第一次呢，有機會坐低同你即係傾下偈。其實呢，我真係一路都好好奇，即係我見到你其實好年輕啦，一定唔係好大年紀啦嚇。其實我都想，我每一次呢見到一啲咁年輕嘅朋友呢，都會問啊，其實有啲乜嘢嘢吸引你，即係你會去從事即係有關生死呢方面嘅工作嘅呢？其實當時我諗係一個好機緣巧合嘅情況底下，我喺港大做緊一啲關於老人家嘅研究嘅時候，咁當時陳立雲教授啦，咁就識咗對方啦。咁當時佢都喺馬會度攞咗一筆好大嘅錢去做一個全港性嘅生死教育，咁就同我一齊合作咯。咁當時我都係我都未試過做生死教育喎，咁都係試下啦。咁同埋我主要負責嘅都係 research 啦。咁做研究嘅工作其實都係一個 transferable skills，你去到做某個 topic 嘅時候都做到嘅，你又識到啲技巧嘅時候。咁初做嘅時候，都好似翻工放工，咁翻到公司做啲死亡嘅研究。咁但係當我逐漸喺社區度識得多啲更加多嘅老人家啦，或者一啲臨終嘅病患者啦，或者佢哋家庭啦，同佢哋傾完偈之後，發覺其實佢哋嘅需要其實好大，亦都令到我反映到就係其實香港現今有嘅資源或者現今有嘅服務配備咧，俾呢啲咁嘅病人咧，其實好缺乏。咁我就覺得終於有一個 calling 啦，即係我覺得見到人世間有咁多嘅災難或者咁多苦難嘅時候，我覺得係要做啲嘢去幫下佢哋咯。即係其實可以咁講，就係你，因為嗰陣時我記得你應該係即係喺香港大學就讀緊博士學位，係啦，即係咁啱就喺讀緊嘅時候就陳立雲教授，即係其實就係同你傾開偈，可能即係邀請你，咁你就加入咗佢嗰個團隊就做呢個研究啦。係咁我都好多謝陳立雲教授，因為佢帶我入有呢一個 feel 嘅。咁我入呢個 feel 嘅時候，發現其實當時陳立雲教授啦，同埋周燕文博士啦，佢都其實兩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佢兩個喺個社區裏邊做咗好多工作。當時我記得係2000年嘅時間啦。咁當時嘅社會風氣始終都仲係唔係好多人咁講。係啊。有啲唔同嘅機構做緊一啲服務嘅 service 嘅。咁但係始終個社會風氣就係個個都唔肯講啊，唔肯去提啊。咁見到喺死亡喺社會裏邊嘅地位係好大。
咁所以就透過呢一個當時馬會俾嘅 funding 叫做 Enable 啦，Enable Project， 咁就做咗一個3年嘅全港性嘅大型嘅教育推動啦。咁就主要喺老人院啦，或者老人家嘅中心啦，去推行呢一啲咁樣嘅講座。咁我諗呢個 project 係一個好大嘅漣漪嘅效應，因為我哋做完之後，其實當時係同差唔多40幾間嘅個機構去合作嘅。咁當我哋嘅 project 嘅分定完咗之後，見到原來社區都有好多機構好有心繼續延續呢一個理念。咁我哋係好鼓舞嘅，就見到呢件事發生嘅時候。係，我都記得嗰陣時我都係有上即係呢個美善生命計劃啊嘛，係啊，咁啊好耐咯，嗰陣時係講緊成08年、07、08。咁上下嘅時候嚟㗎，係啦，咁啊，即係跟住 project 就雖然完咗啦，但我都認同嘅就係咧，因為可能聽眾未必太知呢樣係啲咩嘢嚟嘅，因為呢個計劃就比較集中咧，我哋會叫做就係去培訓一啲嘅專業人士，係啦，咁所以佢哋咧其實就搞咗好多嘅課堂嘅，咁啊，即係講緊係，我記得又會去一啲 camp 啦，跟住又要上堂啦，上堂又分幾個類別啦，咁然後嚟嘅人咧就大部分會係我哋社工啦，或者係護士啦、醫生啦，係講緊都好似前後都好似記得係即係 train 咗幾百人咁樣樣噶 ，train 咗差唔多成1000人，我哋有。係啊，我記得係好多。咁而嗰啲人就係其實喺本身佢哋嘅機構入邊係做緊唔同嘅崗位嘅，前線啦、管理層啦，咁所以就將成件事就帶翻落去你嘅機構入邊，就再去發展噶嘛。係啊，因為始終從一個學術團體去推行呢樣嘢係喺頭起步嗰度係可以咁做嘅，但係如果要有延續性嘅話，始終要喺地區裏邊自己發生嘅話，會更加好咯。係啱啊，咁所以呢，即係我記得就係我就係都叫做中後期嘅時候去讀啦，咁啊，然後當然都學咗唔少嘢啦。咁其實入邊正就會講好多就係一個臨終病人佢嘅狀況啦，要點樣，佢有啲乜嘢嘅心理、身體、社交、靈性等等好多嘅嘢啦，以至到佢喪親之後，咁又點樣去幫助佢哋啦。我覺得啲內容係講呢啲嘅。另外有一部分呢，就係會講好多就係關於真係生死教育嘅推廣。咁所以其實喺當其時，可能有啲聽眾有機會聽過嘅就係呢二人三足啊，即係我哋成日咧喺社福機構咧，經常都講，即係人生意義啦、人生回顧啦、預囑、遺囑、叮囑呢幾樣嘢。其實呢幾樣嘢，我唔知係咪就係呢個 project 我估係呢個 project 係咪就係佢哋即係設計出嚟嘅呢樣嘢？係啊，其實二人三足呢個就係我哋當時啱啱 project 起頭嘅時候，就成班老師啊、我哋嘅研究人員啊一齊去諗究竟用啲咩嘅口號容易明白嘅咧。咁同埋二人三足始終都係講緊點樣去面對自己嘅人生啦，點樣令到自己人生有意義啦，同埋點樣可以喺生命有餘剩下來嘅時間，仲可以做到一啲有建設性嘅決定啦，去留一啲説話或者留一啲嘅智慧俾後人啦。咁同埋點樣可以令到臨終嘅時候，你自己嘅照顧係得到你自己嘅意願去認同嘅啦，亦都唔需要帶俾家人一個負擔啦。咁呢個係我哋當時想做到嘅一個理念咯。係好啦，咁啊，即係咧，即係舊嘅嘢就講到咁上下先啦，無謂一路即係講緊仲要成10年8年前嘅嘢啊嘛。係啦，咁咧即係講翻就係咁啊 ，Andy 你而家咧其實就係喺新加坡，你去咗幾耐啊？其實我離開咗香港唔係好耐啫。我諗我當時讀完大學之後係2003年翻香港嘅，咁就做到喺港大嗰度做啦，做到舊年12月頭。其實我離開咗1年到啦。1年到，咁你喺嗰邊你做啲咩呢？我而家就喺嗰邊喺當地嘅南洋理工大學係NTU， 咁 NTU 就做咗大概1年到，就係裏邊嘅心理學系嘅助理教授。教書啦，做研究啦，係咪都係做翻呢方面嘅研究？係啊，其實我喺香港浸淫咗10幾年啦，其實都學識咗好多關於死亡嘅資訊啦，咁亦都做好多類似嘅研究。咁我將香港嘅學識或者個理念帶翻去新加坡，咁喺我個大學裏邊就建立咗第一科嘅生死教育咯。哦，即係你去幫手喺嗰間大學度建立呢一科咯喎。係啊，即係本身冇嘅。冇嘅。哦，即係一個咁讀嗰啲係咩嘢嘅即係學生呢？心理學為主。但係會係咩 level 嘅呢？差唔多係 Year 3 Year 4㗎啦。都係即係可能都係學士學位嘅。係啊，學士學位嘅。咁 Master 同 PhD 都有嘅。哦，明白。好，咁我哋呢，即係呢一節嘅時間呢，去到呢一度先，我哋呢，留翻呢一陣間翻嚟先至，再真係請阿 Andy 呢，開始慢慢同我哋去分享下新加坡嗰邊做一啲臨終關懷以至生死教育嘅狀況係點樣樣嘅呢？不怕生死，
怕生死，主持梁梓敦。好，咁啊，咁多位聽眾，你哋好啊！繼續不怕生死呢個節目啦，咁啊，繼續咧同我今日嘅嘉賓就係何巧欣博士 Andy 咧，就講下即係新加坡咧，真係講緊佢嗰個臨終關懷，究竟係發生緊咩事咧？我哋即係由翻頭先一開始上一節都講咧，就講翻嗰個即係 Death Index 先啦。咁啊，新加坡係排第幾？新加坡喺其實呢個 Quality of Death 即係死亡質素嘅研究，喺2010年同2015年都做過一次嘅。咁喺2010年，新加坡係排第18，香港係20嘅，係啦。咁喺5年之後咧，依家新加坡就係排第12。哦，即係叻咗，香港就跌咗2位。係啦，即係香港就渣咗，新加坡係叻咗。咁我諗咧，呢個就真係好需要咧，即係請阿 Andy 講下，就係即係新加坡嘅叻在。不如我先講下，即係個評分係以邊幾樣嘢去做評分先啦？有4大個嘅dimension 啦。咁就係第一個就係叫做 Basic End of Life Care Environment， 即係其實當地嘅死亡即係臨終照顧嘅環境係點樣嘅？咁嗰個佔20%。咁喺新加坡同香港2010年其實好近㗎，香港係排第31，新加坡排第30。咁但係去到2015年嘅時候，新加坡就跳到12位，而香港就跌咗落去20，升咗少少咯，係去咗28位。即係升咗啲啲，但係人哋就哇升得好勁啦咁樣。係跟住咧，第二個範疇咧，究竟嗰個臨終關顧嗰個 quality 究竟好唔好？個質素做得好唔好？咁喺2010年香港係第8位嘅，超越嘅新加坡嘅，新加坡係排第11位。咁喺2015年呢，相反就新加坡去到第8位啦，而香港亦都跌咗落去20位。我跌咗咁多啊？係啊，跌咗20位。跌咗成10幾位喎，呢個係喎，呢個真係一陣間要再講下，即係發生咗咩事。好啦，咁第三個呢？第三個就係究竟有冇 availability 啦，即係有冇究竟舒緩治療多唔多人使用到嘅啦，同埋有冇人去做呢一樣嘢啦，即係有夠唔夠人才去做呢樣嘢啦。咁喺2010年，新加坡係排第16啦，排第係啦，跟住香港就係排第24嘅。5年之後，新加坡排第8，香港排第20，都係有升嘅，都係升得少啲，係升得少啲。到最後一個啦，最後一個就係究竟個價錢啊，即係有啲咁嘅 service 嘅時候，個屋企人或者個病患者究竟要使幾多錢啦？新加坡2010年排第20，香港排第24，去到2015年新加坡排第6位，而香港排第18位。哇，好犀利喎！即係頭先我聽咗你講呢，即係4個範疇啦。其實新加坡都好明顯地睇到就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其實5年嘅啫喎。係啊，即係唔係真係好長嘅啫喎。其實，但係香港就有啲有進步，但係好明顯有一啲就有好大嘅退步，係啦。咁其實不如都喺呢一度就即係請你講少少先，係啦。一陣間我會慢慢再講。好啊。其實新加坡喺呢5年度發生咗咩事呢？嚇？其實如果你睇翻舒緩治療或者hospice care 喺香港同新加坡起步嘅時間係好近嘅。我諗香港，我記得咧，香港係1982年開始有人去提及呢一樣嘢，而開始有慢慢去社會建立呢個信念啦。咁係喺唔同嘅社會、唔同嘅醫院啦，或者當時善寧會啦，都係喺嗰時候去發展嘅。1986年發展，而新加坡其實仲遲啲添，佢差唔多1985年先至開始發展嘅。咁但係咧，你見到由1985年去到2015年呢20年嘅時間，其實新加坡每一兩年就有新嘅社會政策或者新嘅服務係發生咗嘅。而香港雖然起步係早，亦都做得好好嘅，就香港初頭嘅時候。但係你見到佢由1982年到2015年中間係好多嘅位咧係停咗喺度，好似喺政策上面啦冇乜點發展過。喺 service 上面係當時有南朗醫院啦，亦都喺唔同嘅醫院裏邊都有發展咗舒緩治療科。咁但係你話一間 standalone 嘅 hospice， 香港係好少嘅。但係新加坡就每隔幾年就開咗一間。其實佢一到新加坡，佢喺醫院裏邊有舒緩治療科啦，但係喺社區裏邊都有4間大嘅 hospice。即係4間嘅，即係專係照顧臨終病人嘅，喺醫院定係院舍咧？係一啲叫做領養，係咪療養？係領養院。咁就專係俾一啲臨終嘅病人入去住啦，同埋香港有一個數據，我諗都幾有趣嘅。香港咧大部分係99% 人喺醫院裏邊死。係啊。新加坡咧係得57% 嘅人咧喺醫院裏邊死嘅。咁所以新加坡嘅文化其實佢
中意翻屋企過身嘅。因為我諗新加坡個始終個文化啦，同埋個環境係容許呢件事發生。譬如新加坡嘅屋呢，大部分嘅人都係住政府嘅 housing 嘅。係啊。咁但係政府 housing 亦都係好大間嘅。你話如果我要一個老人家，佢又要有病啦，佢又要多人照顧啦，新加坡個居住環境係俾到佢有咁樣嘅 flexibility， 可以帶啲醫院嘅病床啊，或者輪椅啊，去到翻屋企俾人照顧。而香港就好難去做呢一樣嘢。咁同埋新加坡始終個文化可能唔係淨係得唐人啦，新加坡大部分嘅人有70% 係中國人嚟嘅，或者華人嚟嘅，跟住有20% 都係 Indian 啦，跟住有啲馬拉人啦。咁所以佢哋個文化就係都係中意喺屋企過身，有一個可以翻到屋企，同屋企人同心愛嘅人過最後嘅時間，係佢哋好想做嘅。但係咧，其實正正咧講到即係喺屋企死咧，其實香港其實就好多年前呢，即係呢樣係好普遍嘅。講即係成30-40年前啊，因為我都訪問過一啲做即係殯儀嘅從業員都講，以前係好普遍。咁但係就正正即係當醫院開始越嚟越發展，政府將佢統一，即係個醫療一路去發展嘅時候，即係似乎呢而家就變咗喺香港呢，即係你喺屋企係一件極唔尋常嘅一件事嚟嘅，好麻煩嘅，即係警察又要上門啦，又要調查啦，搞好多樣嘢啦，即係同埋呢，其中有一樣呢，都同啲醫生都傾過偈嘅，就係呢，即係喺醫院以外嘅範圍，如果要簽一張死亡證，醫生要做呢件事呢，其實個風險好大，即係好多醫生就即係一來唔係好多醫生會做呢樣嘢，即係可以有呢個資格啦。就算有，其實佢哋要做呢件事呢，都係好大嘅憂慮嘅。咁另外就係即係香港好多時成日都講啦，即係屋企人死咧就好大鑊㗎，影響樓價咁樣物啊，講好多呢啲好實際嘅嘢㗎嘛。其實新加坡有冇呢啲問題？但係其實佢根本上都已經解決咗，甚至係有一啲真係喺社區入邊嘅醫生就可以去即係照顧到呢啲病人嘅咧。其實新加坡諗佢發展咗喺過去嗰20年，我諗發展得一樣最好嘅嘢咧，就係其實佢發展家居寧養照顧係一件好大嘅嘢嘅發展嘅範疇。咁其實喺1989年其實開始咗一個全國性嘅家居寧養照顧。1989年啊，好耐。1989年，哇，真係成接近20幾年前㗎咯喎。佢由85年開始發展舒緩治療，係咯，佢4年之後已經設立咗一個全國性嘅機構，好犀利喎，係咯，好快咁就做咗咁呢個機構就負責全個新加坡其實唔好大，細過香港嘅面積，咁但係人口我諗同香港爭200萬人度啦，咁但係佢嗰個機構就可以政府俾錢，政府 sustain， 然之後佢就去喺社區裏邊派醫生啦、護士啦、社工啦，去上門屋企去幫助呢啲病人。幫我哋睇藥啦，幫我哋照顧一啲心理同生理上嘅需要啦，咁啊俾家人嘅多啲嘅支援，咁樣嘅 service 係令到啲人更加有容易喺屋企過身。係，咁其實香港都有嘅，係咯，香港都有，但係始終嗰個覆蓋性唔係冇新加坡咁大啦。係，我知道個別有一啲醫院自己有咯，但係就唔係一個好整全。頭先你講到係一個哇全國一個嘅即係政策，即係話可能就要喺成個國家咁啊，直頭有一啲即係部門係處理咗呢一件事。係啊，咁佢亦都唔係一個政府部門，係政府去 subsidize 啦，一個機構，咁就去做晒所有全個新加坡家居啲領養照顧嘅需求咯，去照顧呢樣嘢。係，咁有冇啲即係大約嘅數字？其實新加坡有幾多人都係真係頭先都講啦，即係一年講緊都有成40幾個 percent， 嗱50幾個 percent 就喺醫院度死啦。咁其他嗰啲就係喺屋企或者喺院舍度，係咪啊？喺屋企或者喺院舍或者喺領養院啦。其實喺新加坡嘅院舍，個文化始終都係啲老人家唔中意入院舍嘅，即係佢覺得喺屋企有咁大嘅地方，咁我又可能好多唔同嘅 generation 都住埋一齊，咁佢哋希望可以有仔女照顧嘅，或者一啲孫去照顧，咁所以大部分嘅老人家都係希望可以喺屋企繼續安享佢嘅晚年啦，同埋喺屋企裏邊過身嘅。咁喺院舍真係唔係好多嘅，即係反而就同香港唔同，香港就好多院舍啊嘛，仲要一路講話唔夠，要再起多啲，又要再起多啲。咁但係即係新加坡就反而就係即係如果頭先咁樣聽就係即新加坡人就比較接受到就係喺屋企死，即係老人家就由翻自己嘅仔女去照顧佢哋。因為香港而家個情況就開始越嚟越睇得到，就係總之我哋結咗婚咧就搬出去，跟住搬出去咧阿爸有阿爸阿媽住，跟住自己有自己住，咁然後咧
到父母年老咗之後呢，就可能有機會佢哋就一係請工人啦，一係就入院舍啦。其實都唔係太多會考慮，就係即係接翻啲父母就係同翻自己一齊住，即係照顧到佢終老，就真係少咗呢啲概念。我諗係因為社會嘅發展咧，令到即係年輕嘅家庭好難再，其實已經打一份工啦，可能已經有個仔女要供養嘅時候，咁好難再有時間去照顧自己嘅父母。咁其實我睇香港做咗好多研究，都發現其實香港老人家都唔希望帶俾自己仔女一啲嘅負累，佢自己寧願自己入老人院，都唔想話我唔想你嘥時間去照顧我啦咁。我諗個文化係有個分別喺度。係好，咁我哋呢一節嘅時間呢，差唔多，我哋聽一聽新聞同天氣翻嚟之後呢，再繼續呢傾下新加坡嗰邊嘅情況。不怕生死，不怕生死，主持梁子敦。咁多位聽眾你哋好啊，歡迎呢你哋聽完新聞同天氣翻嚟呢，繼續收聽不怕生死呢個節目。我係阿盧梁子敦，咁啊繼續呢就係同我今日嘅嘉賓就係嚟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嘅助理教授何孝恩 Andy。咁我哋傾下新加坡嗰方面嘅臨終照顧。剛才呢嗰一節就講到新加坡喺呢5年入邊呢，就哇係咁起勢跑，就跑得好快，就全部呢都即係超前晒，即係有啲同香港差唔多，或者渣過香港，但係而家呢，差唔多應該全部叻過晒香港啦。喺排位上面係啦，排位上就真係全部叻過晒啦。咁啊，我都想即係再問下就係，究竟佢哋做咗啲咩呢？即係其實只係真係短短嘅5年嘅時間嘅啫喎。其實發展咗有20年到啦，咁但係喺過去嗰5年係有個好大嘅一個進步啊。因為喺2011年呢，新加坡政府發現其實人口老化啦，其實新加坡人口老化個問題仲嚴重過香港。喺過去嗰20年裏邊，新加坡人口65歲以上嘅人口係 grow 咗200%。200%，即係2倍咯。2倍係啊。咁喺2050年，差唔多有37% 嘅人口係60歲以上。2050年係啦。咁其實仲多過香港。人口老化得快過香港，而去到將來亦都 foresee 到嗰個 percentage 會比香港更加大。咁當政府見到有咁嘅問題，而當老人家或者多一個人啦，去到老年嘅時候，其實好多嘅病痛會面對。咁新加坡政府就見到呢個問題都幾嚴重，我哋要去做一啲嘅政策上嘅改變，令到將來嘅老人家面對病情或者面對一啲臨終嘅病嘅時候，佢哋有更多嘅支援可以做到。咁喺2011年嘅時候，新加坡政府就出咗一個叫做全國性嘅舒緩治療政策。咁其實呢個政策係有10個主要嘅 goals 嘅，有10個嘅目標。咁佢呢啲目標呢，佢唔單止成日講啊，即係佢做咗個目標出嚟之後，佢仲話之後我有啲咩嘅 step by step procedure 可以去實行到呢啲嘅，逐步要有啲咩要做啦，係啦，同埋邊個去負責呢？即係佢會呢個比較holistic 一個比較全面性嘅政策去處理舒緩治療或者臨終照顧嘅需要咯，喺社會裏邊。即係佢直頭話埋俾你知，嗱，我而家諗咗一個政策，有啲乜嘢目標，有啲乜嘢一步步要做，然後話埋俾你知邊個要做呢嚿嘢。或者佢會去或者佢會提出就話，可能呢啲機構可以負責呢一樣嘢，又或者佢會直情喺社會裏邊政府裏邊撥一筆錢出嚟，去發展一個新嘅機構，專係負責某一啲嘅服務。或者某一啲服務嘅監管咁樣。哇！咁你一定要講下就係，即係呢個政策其實入邊大概講咗啲咩嘢啦？嗱，呢個政策裏邊有10個主要嘅 goals。咁第一個就係一個好簡單，第一個 goal 就係話，所有嘅有臨終患病嘅病人都需要俾人 identify， 即係佢要被知道嘅，同埋佢哋嘅 needs 咧係可以有人評估到嘅。即係佢第一步就話，我一定要做評估先，我一定要知道究竟喺社會裏邊患緊重病嘅人，佢哋臨終嘅需要係啲咩呢？呢個好重要啊！咁就住呢一個咁樣嘅 point， 佢就發展咗一個叫做有一個過去嗰幾年有一個新嘅機構出咗嚟。呢個機構就好似 HA 咁樣，就好似醫管局，類似醫管局，但係就唔係管醫院嘅，佢就係管晒所有嘅老人家嘅服務。呢個叫做 AIC Agency for Integrated Care， 就係綜合服務嘅一個機構。咁佢就呢個機構就係負責去評估所有老人家佢哋患病之後究竟有啲咩嘅需要呢？佢哋係咪一入院舍呢？佢哋係咪要有家居嘅照料呢？佢哋係咪可以輸入領養院呢？咁透過呢個機構做完所有嘅評估之後，呢個機構就會負責去將呢老人家去分類啦。咁就去介紹俾
服務嘅機構。呢個係一個中央嘅統籌嘅評估機制嚟嘅。係啦，中央統籌評估機制。咁幾時係要落到去呢一個被呢個機構去評估嘅呢？當一個老人家係患咗重病入咗醫院之後，入咗醫院之後，或者佢睇咗家庭醫生，發現原來佢有一個好嚴重嘅病啦，咁呢個機構就會開始 step in 去做個 assessment， 就知道老人家佢需要啲乜嘢服務，跟住就去 provide 呢啲服務俾佢。係醫生轉介佢過去做評估啊，定係啲屋企人自己話我覺得呢個老人家好差啦，要去做評估啊？通常係醫生轉介俾佢嘅，醫生轉介俾佢。咁所以新加坡雖然人口唔比香港多，但係佢哋個醫院個體系，我諗係個連繫性啦，係可能會好過香港少少啦，即係個 networking 做得好啲。咁所以譬如一個老人家佢，同埋亦都新加坡有個好處就係佢有個醫療戶口噶嘛，咁即係每個人都有供佢自己醫療嘅 insurance 啦、保險啦，咁所以嗰個機制亦都會令到老人家佢嘅需要或者佢嘅身體狀況會變得更加透明化咯。咁可以佢無論佢去到邊一個醫院，無論佢去到咩社區，都佢嘅 file 都可以睇到咯。咁當然啦，啲人亦都要尊重佢哋嘅 privacy 啦。係明白啊。咁好啦，咁呢個就係第一個知道就係好着重嗰個評估啦，係啦。咁同埋就係要知道邊一啲人係真係有呢個需要先啦。嗱，呢個第一個目標啦。咁跟住呢，第二個目標就係話佢亦都提到就係所有有臨終病患嘅人都需要俾 healthcare， 即係前線嘅醫療人員啦，係用一個舒緩治療嘅模式去照顧嘅。佢亦都提到就話，因為好多時喺社福界啦，或者喺醫療界，好多嘅醫生都希望我要救到呢個病人最後嘅一分鐘，即係我唔會放棄佢嘅，我會用晒所有嘅方法去令到佢可以逆轉。但係亦都明白好多病情，譬如你stage 4嘅癌症啦，係冇得逆轉嘅。佢都明白就話既然係咁嘅話，呢一前線嘅社工、前線嘅同工都需要有一個咁樣嘅理念，就話當個病人去到個晚年嘅時候，其實係咪仲要做咁多嘅侵略性嘅一啲嘅醫療照顧？即係好積極咁，又要救翻佢，又要叉，又要電嗰啲嘢啦，係咯。咁所以呢一個政策都令到其實佢將來要去出嚟做服務嘅醫生或者護士、社工都有咁樣嘅概念。咁樣嘅概念係喺佢哋嘅 training 裏邊呢，即係譬如將來醫生嘅 training 裏邊呢，係包含咗舒緩治療一個科嘅。呢個係咪由翻即係即係我唔知新加坡係咪同樣都係有啲大學會有醫學院，係咪醫學院去已經開始要教呢一樣嘢呢？喺新加坡有兩間嘅大學，咁就係新加坡嘅國立大學啦，同埋南洋理工大學啦，有兩間嘅醫學院。咁喺呢兩間醫學院裏邊，醫生係有一個叫做 medical humanities 嘅一個課題啦，即係譬如即係人民嘅即係醫學入邊要講一啲人民關懷嘅嘢啦，人民關懷嘅嘢。咁喺呢一個課程裏邊就會提到舒緩治療係啲乜。咁但係始終你話係咪仲有一專係有一科係教生死教育嘅呢？始終都仲係未有嘅。但係喺醫生或者護士嘅 training 裏邊，佢哋嘅培訓裏邊係已經有咗呢一個咁嘅概念喺度。咁好唔同，因為起碼就係佢會已經知道咗，就係即係有啲病人你真係一定冇知道係冇可能救得翻嘅時候，咁你去做嘅就係將嗰個嘅目標就轉移，就係令到佢喺臨終嗰段階段入邊點樣有質素、有尊嚴去過最後嗰段日子嘛。即係喺我哋認識嘅即係叫做臨終照顧嘅模式係咁樣樣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新加坡就喺呢個第二個目標入邊就講得好清楚，就係即係嗰一班嘅醫護人員、前線人員就要具備呢一個嘅概念去照顧呢啲病人啦，係啦，同埋有咁樣嘅 awareness 啦，即係當佢面對緊一啲知道你係患咗 stage 4 cancer 啦，你係一個臨終嘅病人，我就會有一個唔同嘅 mindset 啦，或者唔同嘅態度啦，或者唔好話唔同一個比較更加關懷嘅態度，而係知道你可能好多嘅痛症啦，我係要俾到你舒服嘅，我嘅最終目的係令到你舒服。咁樣嘅 mindset， 我諗係會有一個轉變嘅喺前線嘅。明白。好啊，咁第三個目標係講咩呢？第三個目標佢就講到就係其實喺照顧臨終病患者嘅過程裏邊，係需要一個叫 continuity of care 嘅，即係即係持續嘅照顧，係持續嘅照顧。喺香港，譬如我睇翻香港嘅我嘅經驗啦，咁我或者喺前線喺接受緊舒緩治療服務嘅病人嘅經驗就係，其實佢哋可能入咗舒緩治療科，患咗癌症嘅，但係佢其實見嘅醫生可能好多個唔同種類嘅醫生，可能佢今日要喺瑪麗醫院，聽日要喺伊利沙伯醫院去睇唔同嘅醫生。咁其實感覺上就係個病人
要走嚟走去，係喺唔同要見唔同醫生，唔同醫生嘅態度亦都唔同，佢哋嘅服務亦都唔同。咁好似喺個波俾人踢緊咁樣。咁但係新加坡就提到話，我喺我嘅照顧過程裏邊，我係需要一個 consistent 嘅醫療團隊去照顧呢一個老人家。係啦，咁個老人家就有個熟悉咯，即係佢熟悉我見呢個醫生，我同之有一個關係我會更加有信任。咁佢唔會覺得俾人拋棄緊啊！即係當你一個病人，佢已經去到臨終嘅時候，仲係不停要去走馬看花睇唔同醫生嘅時候，其實好辛苦嘅。咁如果佢可以有一個整全嘅醫療團隊，由接受舒緩治療開始，去到人生嘅終結嘅時候，都係同一個團隊嘅話，佢嗰個安全感會好強好多，我相信係即係新加坡就有埋呢一個，即係我哋叫做，即係佢已經係定咗，就係即係有一班醫生，即係如果嗰個老人家或者佢個臨終病人，佢一路睇開，其實就應該係 assume 佢一路都係睇到尾都係佢噶啦。係啊。OK， 好，咁我哋咧呢一節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翻嚟咧就繼續再講下其他嗰啲嘅目標。不怕生死，不怕生死，主持梁子敦。咁多位聽眾你哋好啊，繼續咧嚟到第4節嘅不怕生死嘅節目啦。咁啊 Andy 頭先我哋咧就講咗3個，咁啊第4個又係啲乜嘢嘅目標呢？第4個目標就係講咧，其實舒緩治療係需要 affordable 嘅，負擔得起嘅。咁呢個我諗係同新加坡嗰個醫療體系嗰個架構好有關係啦。因為新加坡譬如一個人打份工，你揾100蚊，其實你有30% 得到啦，係要交去你自己嘅養老金啦，你自己嘅醫療戶口啦，你自己嘅醫療嘅 insurance 啦，保險啦。咁嗰個體系就令到每一個人，如果佢患病之後，其實佢自己儲咗一筆錢，係可以夠錢去接受呢啲服務嘅。咁亦都有咁呢個保險啦係重要啦。咁另外就係政府亦都會包底嘅，即係譬如有啲老人家係唔係做多工嘅，儲唔到多錢嘅，冇呢個戶口嘅，佢都有個 safety net 去 provide 去俾服務老人家。咁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譬如你見到香港人口老化得咁重要啦，即係咁快啦，但係同一時間香港嘅醫療服務係基本上免費㗎嘛，係啊，政府包底俾晒錢，係啊，你住一晚醫院都可能俾100蚊啫嘛，係啦，冇錯啫嘛。咁所以我就見到咁樣落去，如果冇呢個保險嘅體系嘅話，會爆煲，實死嘅。其實你計得到㗎，你一晚醫院講緊起碼普通科病房都幾千蚊嘞喎，係啦，即係如果你講緊係去到 ICU 講緊係幾萬蚊一晚㗎喎，係啦。咁所以如果冇咗咁樣嘅保險體系嘅話，其實我相信香港嚟緊都要認真考慮呢一個問題。即係呢個就係即係喺新加坡呢一個嘅計劃入邊有個目標，亦都講到就係即係臨終照顧係要係即係我哋嘅即係呢啲病人係可以負擔得到嘅。咁而即係可以簡單嚟講，係咪就係佢哋都會喺翻每一個人自己嗰個嘅醫療戶口嘅錢嗰度去俾呢一個嘅服務嘅咧？係冇錯。咁其實因為亦都佢到新加坡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服務啦。咁可能第一個就係叫 home care service， 先得抬頭就話家居嘅寧養照顧。家居寧養照顧呢一個成個 service provision 係唔使錢嘅，即係呢一個 service 咧，政府俾錢。當你入到去醫院啦，或者你入到去寧養院，呢啲就要 out of pocket，就要你自己去，就你自己儲落嗰啲錢用啦，去用啦，係咁樣。哇！即係家居又政府完全俾晒喎。係啊，家居政府完全俾晒。咁其實咁樣嘅服務嘅模式同埋咁樣嘅資助嘅模式，係令到啲人更加我寧願喺屋企啦。係咯，佢會揀啦，因為佢好大誘因嚟噶嘛。即係雖然啲錢我儲咗啫，咁但係唔用就始終都係可以儲住先啊嘛。係啊。咁即係政府話喂，而家有個免費俾你揀。即係其實政府嘅考慮係咪就係佢都想減低醫院個壓力呢？絕對係啦，因為佢都明白到醫院其實每一日嘅使費係好多嘅，尤其是臨終嘅病人。咁如果我可以喺社區裏邊俾多啲適當嘅服務佢哋，令到佢哋喺屋企去同心愛嘅家人一齊過最後嗰啲日子，其實係絕對好過喺一個冰凍嘅醫院病房裏邊過咯。係明白，好啊，咁啊，呢個又知道咗啦。第5個呢？第5個就係話佢相信，如果我要做到以上4樣嘢嘅話，一定要 provide 更多嘅 training 同埋更多嘅 education 俾前線嘅同工。咁其實佢亦都不停發展緊，定期有啲 continuing education 啦，即係持續嘅教育啦，係前線嘅醫護人員或者一啲社工或者護士係需要去上嘅。咁呢個就係continue education 嘅重要性。即係呢個就係講到就係即係除咗
即係頭先嗰幾個啦，即係佢講到有評估啦，要有即係有一定嘅環境啦，有錢可以即係負擔得到啦，跟住就要講真係服務嗰啲人啊嘛，服務啲人係啦，即係嗰啲人就係起碼其實都要有一個持續嘅培訓，等佢哋可以一路 keep 住可以有一啲嘅知識啦，係啦，就去做到真係好嘅服務。即係如果唔係我有晒咁嘅即係有晒咁嘅硬件，但係你嗰啲人原來都係俾唔到呢啲服務出嚟，其實個意都冇噶嘛。係，所以呢個就第5個啦。咁跟住咧，到去到第6啦。第6就係話講緊成個社會係需要咁樣嘅能力同埋咁樣嘅 capacity 去資源去俾服務呢班臨終嘅病人嘅。呢個係真係點呢？講多少少有冇佢嘅意思就係點啊？包含咗 training 啦，包含咗資源啦、錢啦，同埋究竟成個社會個 awareness 係點樣嘅？即係啲公眾教育嘅嘢嚟㗎咯喎。都講公眾教育嘅嘢嚟㗎，即係由醫院或者社區嘅醫療服務中心，或者係老人院，或者係家居嘅服務，全部都要有咁樣嘅 awareness 去做呢樣嘢咯。包括埋即係話家人其實佢都要有呢個嘅認同先會做呢樣嘢噶嘛，絕對會希望可以影響到家人啦。即係其實新加坡我諗，雖然你話佢嘅服務或者佢嘅社會政策係做得好快，但係始終人民呢，佢都係仲係對死亡都有忌諱嘅。即係同香港始終都係華人嘅社區為主，係咯，社區為主。咁所以要打通到嗰啲渠道，其實要喺社會度做更加多嘅 promotion activity 嘅。即係呢個就係第6個啦。咁跟住呢，第7個就係講緊佢有 standard care，即係佢話我要去評估。唔單止要評估病人有咩需要，我更加要評估就係我最唔同嘅機構去 provide 舒緩治療 end of life care 嘅時候，佢哋嗰啲 standard 係點樣嘅？標準係啲咩嘢？標準係點樣嘅咧？佢就話我要定一套當地適合嘅標準，而唔係話攞外國啲標準嚟擺入去新加坡裏邊，而係當地去研究去發展當地嘅標準，究竟點先係一啲嘅好嘅服務。即係一個本土嘅真係，即係譬如新加坡人究竟其實喺佢哋想要嘅。咩為之係好嘅臨終照顧呢？即係然後就咗呢樣就設計翻一套，即係佢哋真係想要嘅嘅服務，同埋咁樣服務，同埋點樣去有一個評估嘅機制，去評估翻醫院究竟做得好唔好呢？或者你一啲 home care service 呢啲家居嘅服務究竟做得好唔好呢？咁呢個好重要嘅，我相信。係明白。好啊，咁第8個呢？第8個就係更加提到就係話更加就係擺緊就係話個社會嘅 awareness 啦，同埋。知唔知道舒緩治療係啲乜？係啦。第二樣就係話講到預設醫療指示，佢覺得呢一個 advanced care planning 係需要全個社會都需要去講嘅，即係佢都所以正因為呢一樣嘢，頭先有講個機構叫 AIC 啦，AIC 唔單止係負責做老人家評估之外，佢喺社會裏邊過去嗰2年 train 咗差唔多1000個前線嘅同工，專係做預設醫療指示嘅。專係做意思，即係話佢真係專係同一啲臨終病人去傾呢一樣嘢㗎。冇錯。其實呢個呢，正呢就係咧啱我早排去咗一個學術會議嘅時候呢，就同啲醫生都講緊呢。即係其實香港都行緊預設醫療指示㗎啦，公立醫院已經有呢份表㗎啦。咁但係而家個困難就係呢，正如我記得上次你喺嗰個嘅會議入邊都講嘅就係，即係似乎好有趣就係喺外國有個研究數據咪講話，用咗即係預設醫療指示嗰啲人呢，反而佢哋嗰個嘅即係最後出嚟嗰個嘅效果係差咗嘅。即係聽完我自己覺得，喂，點解會差咗？即係 suppose 應該係會好咗噶嘛，但係最後差咗喎。咁但係我記得你最尾都講咧，就喺個討論入邊嘅時候講就係其實可能就係關嗰個溝通嘅問題。因為咧，我諗呢個咧正我喺香港入邊咧有一啲個案真係咁樣樣。我啲病人咧同我講咧，佢有立預設醫療指示嘅，但係咧其實佢咧唔係好開心嘅過程入邊，唔係好開心嘅過程係因為個醫生其實佢冇乜同佢講解係啲咩嘢，冇乜同佢解釋呢件係啲咩事，但係總之俾到佢嘅感覺就係咧簽咗好似就係放棄唔醫佢噶啦，即係因為你已經有重病啦嘛，我再醫你都嘥氣啦，做咩要仲擺咁多時間落去啫？即係就變到家人咧就好憤怒。好嬲，係啦，即係其實個效果變咗係咁樣。我唔知呢個係咪正就係可能同你之前所講喺美國個情況係差唔多，但係確實我真係有 case 係咁同我講嘅。咁其實好有趣。頭先你提到我之前講過一個研究，其實呢個研究係我哋喺香港大學做嘅，咁就攞咗一個美國嘅一個 data set 一個大嘅數據去睇翻由2002年去到2010年所有參加呢個研究嘅 total 有5000幾個人離開咗呢個世界，咁我哋就從中抽咗差唔多4000個人去睇，究竟有一半係有預設醫療指示，有一半係冇嘅。係啊，咁就睇緊究竟佢哋
臨終嗰啲日子係有咩分別嘅呢？我哋發覺喺過去嗰8年，由2002年去到2010年嗰8年裏邊，當有簽 Advance Directive 預設醫療指示嘅人，佢哋嘅痛楚嘅痛症，佢哋臨終之前嗰啲日子嘅 depression 或者唔開心嘅抑鬱，同埋佢哋嘅憤怒係好 surprising， 係高過冇預設醫療指示嘅。係咯。咁我就諗緊，其實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呢？就好似頭先你咁講，我相信有一部分嘅原因啦，係因為當你去做預設呢條指示嘅時候，其實好多人會覺得同你傾完一次啦，簽咗字啦，咁就算啦。我相信預設呢條指示唔係一個傾完一次嘅嘢就可以算。我相信係一個有延續性嘅討論嚟嘅，因為一個病人可能佢今時今日嘅需要同佢2個禮拜或者1個月之後佢嘅諗法都會唔同。咁係咪淨係傾完一次就得嘅呢？我覺得係一個平台，俾個醫護團隊同埋個病人可以繼續有討論性。1個月之後、2個月之後，究竟呢啲仲係咪你想要嘅嘢呢？係咪想要嘅服務呢？明白。好，咁我哋呢去到呢一度呢，我哋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我哋呢聽一聽新聞同天氣翻嚟之後呢，繼續呢我都想呢喺預設醫療指示呢一度呢，即係再多少少嘅討論，因為頭先剛才講嗰個嘅研究呢，真係好我諗我自己嗰日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即係點解會咁樣嘅呢？即係呢樣應該唔係好嘢嚟嘅咩？點解會出到嚟嗰個效果係差咗嘅呢？咁轉頭翻嚟，我哋就講下呢樣嘢。不怕生死，不怕生死，主持梁子敦。咁多位聽眾你哋好啊！嚟到呢晚上嘅10點鐘，不怕生死嘅節目呢，仲有大概1個鐘頭嘅時間。咁啊，今日我嘅嘉賓呢，就係嚟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佢同時呢亦都係香港大學社會及工作行政學系嘅榮譽講師，就係何巧欣博士 Andy。咁呢頭先我哋就喺即係播新聞之前呢，就啱啱輕輕講到就係即係預設醫療指示呢一樣嘢。咁啊有一個係美國嘅研究啦，係美國今日個研究。香港研究嚟嘅，香港研究，但係美國嘅數據係啦。香港嘅研究，但係美國嘅數據呢，就俾我哋睇到就係講緊喺2002年到2010年呢8年入邊呢，即係用過預設醫療指示，冇用預設醫療指示，竟然用過就仲差過冇用嗰啲人。我哋都好奇怪，就發現咗點解可以喺8年裏邊 consistently 每一年臨終嘅人簽咗預設醫療指示之後，佢哋喺人生晚期嗰啲日子仲差過冇簽嘅人嘅咧？呢個我哋覺得好奇怪嘅，當時發現。係啦，因為冇可能咁啊！即係你照常理咁諗，我簽咗預設醫療指示，應該啲人會知道我想要啲乜㗎啦。我有好大嘅心理準備，會更加安心啦。因為其實我哋提到就話預設醫療指示嘅好處就係話，當你俾到一個病患者佢揸主意，究竟自己想要啲乜，唔想要啲乜，做到呢個決定權之後，其實嗰種嘅 autonomy， 嗰種嘅控制係令到嗰人更加安心。個自主性係喺自己度啊嘛，係啦，即係我可以自己選擇，即係搶唔搶救啊，或者用啲乜嘢嘅治療方法啦。係咁樣噶嘛，即係喺我哋嘅理解就係應該係好噶嘛，係咯，我哋照常理係好噶嘛，係咯，咁所以你哋嘅分析係點樣樣咧？即係除咗頭先講可能溝通係有個少少嘅問題之外，我諗就係其實我就係諗咗好多方面，就發覺可能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啲人睇預設呢條指示只係睇變成一張嘅 legal document。喺美國，因為預設指示係合法化嘅，咁你簽咗之後呢，係有法律上嘅即係法律效力嘅，咁所以簽完。咁得啦，醫生同你講咗啦，咁你亦都做咗決定，咁唔使再講啦，係咪？咁但係依家患重病或者啲絕症嘅病人，其實佢哋嘅 diagnosis 或者 prognosis 去到真係離開呢個世界，中間仲有好長嘅時間，可能幾個月或者1年2年都唔定。當我喺第一日講咗決定咗呢啲嘅決定，即係醫療決定之後，2個月之後、3個月之後、半年之後，我仲係咪咁樣嘅咧？仲係咁樣嘅，因為人嘅睇法會變嘅，人哋環境或者一個家庭嘅需要都唔同。咁講完一次就算啦。咁可能到 at the end 個病人唔係咁樣嘅需要嘅喎，又或者當我真係同你講，傾我一次諗下當你死亡嘅時候，你想要啲咩決定，你想做啲咩嘅醫療嘅服務嘅時候，講完之後。可能翻屋企諗下，發覺原來唔係咁嘅，跟住就冇人再同佢傾啦。咁我諗預設呢條指示，我相信係唔係一個
單次就可以做完嘅一件事嚟嘅。我相信預設治療支持係一個平台，開始咗一個嘅對話之後，可能你每一個月或者如果病重啲嘅話，每2個禮拜再去提一提，究竟你係咪仲係想咁樣嘅咧？我覺得除咗話要翻去每隔一段時間要翻去再重溫翻呢一個決定之外，我相信尤其是喺香港嘅社會啦，唔可以淨係個醫護團隊同個病人淨係咁去傾。我相信個家人嗰個合作或者家人個介入都係非常之重要，因為佢一定要知道埋，即係究竟佢係簽過，即係佢係原來係簽咗呢樣嘢噶嘛。因為喺香港呢，即係都要俾聽眾知道呢，就係即係因為而家香港嘅預設醫療指示呢，就冇法律效力嘅，即係只係純粹係一個意願，即係寫低咗，你係想咁樣樣啦。咁但係當你去到臨終嘅時候，其實普遍都已經冇咗意識噶啦，可能已經昏迷咗啦，即係你自己已經冇可能再起翻身講話我要急救或者唔急救，你冇可能做到呢樣嘢。咁醫生就係睇翻，原來你簽過話唔搶救嘅。咁但係呢，喺成個過程入邊，如果呢個病人係有家人嘅話呢，醫生係一定要話俾家人知，佢原來簽過話唔搶救，不過最後嘅決定其實喺家人身上嘅。係啊，即係而家香港嘅政策就係咁樣，最後決定就係即係家人如果去到嗰刻話唔得，一定要救，醫生就係會救噶啦。其實你簽咩都冇用嘅。其實即係所以，其實我覺得而家喺香港其中一個嘅困難呢，就係即係呢一樣嘢係你係要講咗你嘅意願嘅，但係原來家人係唔知你有呢個意願，或者原來你哋都冇共識，或者甚至佢唔認同你呢個意願嘅話呢，你最後呢，你都係行唔到嘅呢件事。係啊。咁其實仲有好多，因為中國人嘅家庭可能比較大啲啦，即係可能好多兄弟姊妹，因為老人家可能有幾個仔女。咁你話個老人家同個社工或者同個醫生傾完之後，好啦，簽咗張紙，咁但係原來屋企人唔知㗎喎。咁去到個老人家真係昏迷啦，入咗醫院啦。咁跟住有一半嘅仔女話夠，一半仔女話唔夠。咁醫生攞住張紙，聽邊個好呢？係啊。咁其實當呢一個咁樣嘅預設醫療指示冇法律嘅效應，亦都冇人同屋企人傾過嘅話，其實將來當個老人家係要面對緊最尾嘅時間嘅時候，可以產生好多嘅矛盾啦，可以產生好多嘅拗撬啦。而呢啲咁樣嘅爭執呢，係永遠都唔好嘅，即係永遠都覺得係無論個仔女做咩決定都好，佢都覺得只係做得唔夠好。係，因為佢唔知道個老人家想點。就算可能知啦，唔知信唔信好。同埋當時我爹哋媽咪，我嘅老人家同個醫生傾嘅時候，醫生係同佢落咗啲咩嘴頭啊？我都唔信科嘅，我唔知呢個係咪真係我爸爸媽媽想要嘅嘢嚟嘅。冇錯。同埋我諗另一樣嘢呢，即係實際嘅例子就係咧，我有啲嘅屋企人咧都同我講，就係即係就算佢知道個父母佢簽咗，但係簽咗之後，其實佢去到真係醫院嗰刻，佢係咪都會願意去跟從個老人家嘅意願呢？其實佢原來有好多嘅考慮，而其中一樣嘢就係咧，佢自己都講，其實佢自己個心好唔安樂。即係如果佢話俾個醫生知，哎呀唔好救啦，算啦，佢個心就會覺得最後真係死咗啦，跟住佢就覺得好囉囉攣，好內疚，好似我唔係盡盡所有辦法去救我父母咁樣。係咯，即係佢覺得係咪我自己做咗衰仔？即係點解我唔去即係同醫生講要救佢呢？咁樣樣。咁而另一方面呢，就係亦都有啲屋企人同我講，就係有時啲屋企人家族大呢，好多啲親朋戚友呢，哇，跟住就會好多意見啦。哇，你個衰仔啦嚇，即係點啊，唔夠啦，即係阿爸阿媽你都養咗你咁大，你都唔理佢咁，即係有好大壓力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就即係呢一個文件本身可能係冇錯嘅，係好嘅，但係好多就係呢一啲其實係人同人之間嘅溝通唔夠，就以致到一個好嘅概念都變得即係好似出咗一啲反效果咁樣樣。所以咧我自己咧都就頭先你講到新加坡嗰個嘅即係政策嘅做法咧，即係話即係已經培訓咗過千人去做呢一樣嘢咧。我想知道多少少咧，呢班人係咪就係叫做可唔可以咁講係專責？即係其中一批叫做專責，就係當有一個人想簽呢樣嘢，咁佢就係除咗會同佢解釋啦，會同佢簽啦，同埋係都會有啲跟進嘅工作會做嘅咧。會㗎，即係新加坡個做法就係話，當個老人家入咗嗰個 AIC 啦，評估咗原來係有一個臨終嘅病患嘅，咁跟住有一個團隊專係負責跟佢。咁好啦，喺個團隊裏邊可能有一個專係負責講預設醫療指示嘅人，佢就會佢就會做一個嘅聯繫嘅工作啦，帶埋個醫生啦，帶埋個護士啦，或者個社工一齊同呢個老人家傾。唔單止同人家同埋個屋企人傾第一次，佢哋唔係話一去到就傾晒所有嘢，即刻簽啦咁樣。簽一簽唔係可能係透過2-3次嘅會面去了解到呢個老人家究竟需要啲乜呢？佢嘅擔心喺邊度呢？而逐步令到老人家更加 comfortable， 更加舒服去探討呢一樣嘢。而好啦，當佢簽咗之後，佢真係會定期翻嚟同佢再重溫翻。1個月之後、2個月之後，個老人家仲係咪想咁樣㗎咧？哇！咁其實真係爭好遠，即係起碼正如頭先你所講。
講，佢中間佢有啲咩擔憂，佢有想改，起碼即係醫生，我哋有時會明醫生好忙嘅，即係佢實在要睇好多病啦，好多要做啊，佢未必咁多時間可以真係坐低同個病人去慢慢解釋，慢慢聽下佢有啲咩諗法。咁但係咪揾啲專人去做咯？其實我覺得即係喺香港呢，我自己嘅諗法都係覺得呢，就係即係香港我哋會唔會可以呢？就係即係擺一啲資源，可能成立一啲團隊，專責可能喺公立醫院入邊，或者喺社區入邊咩都好啦嚇。總之有啲團隊專責呢，就係如果有一個病人佢要簽預治療指示，然後呢，可能醫生呢就好似正如佢所講啦，佢會轉介咗俾呢一個團隊嘅人去同佢接觸下、傾下、了解下佢嘅諗法。到真係起碼咧傾個若干次之後咧，知道佢咧都真係想簽啦，亦都知係啲咩嚟啦，屋企人都知係啲咩啦，先至真係請醫生去做呢件事。因為見證人其中一個一定係醫生㗎嘛，係啦，咁然後咪去簽咯，咁咪去做咯，咁然後完咗繼續跟進。即係我覺得其實就係好似而家香港咧，即係其中一樣就係你講緊器官捐贈，其實都有一個團隊係專做呢樣嘢㗎嘛，有一啲器官捐贈嘅即係主任係專做呢件事㗎嘛。咁可唔可以即係我自己都諗啊，會唔會可以將來真係一班人係專係負責就係呢個預治醫療指示嘅工作嘅咧？我覺得咁樣嘅諗法或者咁樣嘅政策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嘅。即係你好似你咁講啦，而個醫生佢已經好忙，你仲要醫生去咁忙嘅時間要同個老人家去傾嘴，呢個唔係一個15分鐘嘅課題嚟㗎嘛。呢件唔係容易嘅嘢嚟㗎嘛。咁你點可以要求嗰一個咁忙嘅醫生再加上呢啲嘅負擔㗎啦？咁啊護士都好忙㗎嘛，咁社工都好忙㗎。咁其實我哋係咪需要去 train 一班可能係喺社工嘅層面專係負責做舒緩治療或者預治醫療指示嘅團隊啦？我相信喺呢一個嘅範疇，呢個 palliative social work 啦，舒緩治療嘅社工系裏邊係可以有更大嘅發展嘅。相信係冇錯，我都覺得就係即係外國啦，英國咧就即係有一啲叫做即係舒緩治療嘅社工啊嘛，即係其中即係社工入邊嘅其中一個專業嘅範疇嚟嘅。咁啊，香港就未有嘅，好可惜。但係咧，即係我都知道咧，就係喺即係我哋嘅大學入邊咧，有啲大學入邊咧，即係呢個社工系咧，都積極去發展緊呢一樣嘢。即係呢個就係希望成為一個嘅其中一個目標啊。咁我都認同咧，即係呢樣嘢如果有，我相信咧真係可以咧，就可能解決得到頭先所講嘅就係點解啲人簽咗會反而仲差咗咧？我哋希望咧簽咗係真係會再好啲嘅。當然。好，轉頭咧翻嚟再講。不怕生死，不怕生死，主持梁子敦。咁多位聽眾，你哋好啊！繼續不怕生死呢個節目 ，Andy 頭先我哋咧就講咗即係8個嘅目標啦，係啦，咁啊第8個我哋就講咗好多，就係尤其是關於預治醫療指示呢一樣嘢啦。好啦，咁啊翻嚟呢度啦，又講翻第9係啲咩嘢咯？第9個佢亦都提到就係話，我要做到達到上面每一個 goals 嘅目標嘅時候，我一定要有 research， 一定要有研究去支援佢，即係。我哋全球都講一個叫做evidence-based practice 係啦，即係有數據噶嘛，有實質證據，有實證支持噶嘛。點我做嘅係咪有效呢？或者我做嘅有效啦，咁但係將來新嘅一班嘅老人家或者新嘅一班嘅病友，佢哋嘅需要係啲咩呢？咁所以政府就提到，我要持續性地唔單止要提供好嘅服務，亦都要有好嘅研究去實證話俾我聽，我哋做得好唔好？有啲咩唔夠好？有啲咩將來有新嘅需要？咁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嚟嘅。係，咁確實係好緊要，因為即係好多時就係我哋做一啲嘢，我覺得好，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度啦，我覺得好啫，咁但係係咪真係好呢？如果真係好，有幾好呢？或者如果真係唔好，有邊啲地方唔好呢？即係有時好多，即係我諗我自己都喺即係讀大學入邊咧，都即係少少嘅研究有做過下啦嚇。咁其實正正就係學緊呢啲嘢，即係你唔可以就係覺得個自己嘅主觀感覺覺得哇幾好啦，做完啦，唔錯啦，咁就係叫做 OK 嘅，係啦。咁當然我哋唔會否定呢個係假嘅，但係我哋要再多啲。即係究竟我哋再睇下，即係1個人之後，我哋睇下100個人、1000個人係咪都覺得好呢？然後就好有幾好呢？即係所以我都覺得要俾聽眾知嘅就係呢，其實呢，做一個咁大嘅一個嘅政策嘅改變呢，其實背後一定要有一啲嘅數據去支持住。絕對。咁而呢個數據嘅工作，大學正正就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角色呢，就係幫緊，即係佢哋就喺背後做緊呢啲嘅研究工作，就係去俾緊支持，俾緊一啲嘅實際嘅數據去話俾前線嘅同事知道，哦。
你哋做嘅原來呢個方向就啱啦，或者呢個方向原來唔啱，我哋應該要行過少少先至係正確嘅咁。咁我諗研究有幾方面啦。咁其實第一方面就係話，可能有好多嘅其實香港好多嘅NGO 啦，或者一啲嘅服務機構咧，其實好有心。我喺過去嗰10幾年都見到佢哋好有心，而係好有 passion 咁去做呢一方面嘅工作，但係可能佢哋設計咗好多嘅唔同嘅 program， 好多嘅新嘅服務，但係冇人話究竟做得好唔好嘅咧？當佢日日面對緊嘅病人都覺得佢哋有改善嘅，或者佢哋有進步嘅，咁當然係表面上好啦。但係喺數據上面或者喺研究上面，我哋點去證實呢樣嘢咧？呢個係一方面嘅研究。咁另外一方面嘅研究就係話究竟除咗數據之外，譬如話我訪問咗1000個人啊，攞一啲數據翻嚟，發現我哋數據嘅服務係好嘅，咁好啦。但係喺數據上話俾你聽，喺呢個病人佢哋嘅可能 for example 佢哋嘅depression 咧，佢哋抑鬱咧嘅症狀少咗，佢哋冇咁擔心啦，可能佢哋嘅對將來嘅前景佢哋嘅 hope 係好咗嘅。咁數據證明咗一樣嘢。咁但係故事咧，其實故事都重要嘅喎。究竟佢好喺邊度咧？點解會好嘅咧？你有啲咩嘅經歷令到你覺得嘅人生係有改變嘅咧？即係我諗數據上嘅研究係需要有嘅，而人嘅故事嘅研究係都係重要。係，即係咧，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正正就係即係我諗喺過程入邊就我哋需要有一啲咁樣嘅支持啊，先至可以俾我哋睇得到咧，即係個方向應該係點樣繼續行落去。好唔好啊？研究就係另一樣我哋需要做嘅嘢啦。咁最後第10個又係啲咩目標咧？第10個就係講一個比較大型啲嘅，就係話喺成個政府或者成個社會裏邊係需要有 leadership。係需要有領導或者有一個好嘅 governance 好嘅體系去監管呢一個成個服務範疇嘅發展係點樣。咁所以新加坡嘅政府話我做咗10個，有個2011年有一個咁樣嘅全國性嘅政策，喺政策裏邊包含咗服務啦，包含咗assessment 啦，包含咗 research 啦，同埋亦都講將來我都要 train 一班有領導能力嘅人去繼續發展呢一個服務嘅範疇。哦，即係呢個就係新加坡嗰10樣嘢啦。咁係咁啊，2011年就做呢樣嘢啦，差唔多5年噶啦。係啊，咁即係都我哋成日講5年就應該有一個 review 咁樣噶啦嘛。咁其實喺而家去到行咗叫做都4年幾啦，已經個成效如何咧嚇？有冇一啲即係一啲實際？正如講數據啊嘛，有冇邊啲係做得到，邊啲係原來發覺唔得嘅咁樣樣？我諗暫時數據就未有出嚟嘅，因為佢新加坡譬如講研究咧，其實佢2011年嘅同一時間亦都開咗個新嘅 centre， 即係一個係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底下嘅一個研究中心，專係研究舒緩治療嘅。呢個中心乜都唔做，淨係做舒緩治療嘅研究。咁我諗透過佢哋都會有將來會有新嘅數據出。咁就你講數字啦，不如講數字啦。好啊。新加坡頭先有提到就話有4間嘅寧養院嘅，佢喺2016年一間叫做 Assisi Hospice， 佢現在呢就有37個床位，喺明年會加到100個床位。加好多喎，加到100個床位，仲要喺100個床位裏邊係有16個啦，專係 for dementia patient 嘅，即係呢個腦退化症嘅病人。咁你諗下，哇，其實因為當然啦，你癌症嘅病人就有個嗰個 trajectory， 即係嗰個估計佢將來嘅病嘅變化係容易估啲嘅，因為我哋好多經驗。但係譬如話腦退化症嘅病人啦，或者心臟有問題嘅病人啦，佢哋嗰個 trajectory 係更加唔同嘅。咁你見到如果佢話政府話我要唔單止每一個人都需要有適當嘅照顧之外，咁就睇到其實唔單止係癌症嘅病會需要舒緩治療，就算腦退化症嘅需要治療。咁就正體驗咗佢如果有一個咁樣嘅 expansion 嘅時候，仲有16個床位專係俾呢一班病人嘅話，即係體驗到就係佢會有一個更加以人為本嘅一個服務嘅概念咯。係，我覺得佢更加就係已經睇得到嗰個嘅狀況就係，其實因癌症而死嘅人呢，係呢個比例係有一定嘅數字。但係其實長期病而死其實仲有好大部分係一啲非癌症嘅病噶嘛。係啊，即係其實你是但為一個醫生喺醫院入邊做醫生，你都會知其實唔係淨係腫瘤科先會有病人會離世嘅。其實你內科、外科
可能肺科、腎科，其實唔同嘅病房都有人離世。嗰啲人只不過可能佢患嘅係器官嘅衰竭啊、肺炎啊、心臟嘅衰竭啊，其實係一啲咁樣，以至頭先所講，其實腦退化都會死嘅。其實係啊，即係佢去到一個好晚期嘅時候呢，即係已經有好多外國嘅醫學研究都講，其實佢都係會令到佢會離世嘅。咁所以其實根本上呢啲病都會有，只不過我哋似乎啱啱開始講舒緩治療嘅時候，就比較集中就係講到癌症呢一樣嘢，係啦。咁即係我諗新加坡就已經有埋呢個嘅即係前瞻性，就係睇到我哋要照顧埋非癌症嘅病人啦咁樣樣。咁其實香港我知道香港嘅過去嗰幾年嘅發展，好多唔同嘅醫院都開始將舒緩治療擴散到唔單止係癌症嘅病人，而好多醫生都好有心去做呢一樣嘢。但係可能個問題唔係話社會裏邊啲人有冇心，我諗香港同新加坡裏邊嘅人都係好有心去做呢樣嘢，只不過係咪有一個更加大嘅政策可以推動到呢一樣嘢啦？即係香港我過去10幾年已經就話好多唔同嘅體系、唔同嘅團隊、好多唔同嘅機構都有自己嘅一套點樣去做一啲嘢出嚟，做咗好多嘅試點嘅 project， 好多嘅 pilot project。咁但係已經集齊咗好多嘅經驗。有冇一個辦法去統合呢啲經驗，變成一個全個社會都去推行嘅一個服務呢？係，我覺得其實係爭咗一個即係頭先講 leadership， 一個領導就係話俾即係其實香港真係嘅，我自己即係做咗8年呢個工作呢，一路接觸好多唔同嘅前線人員呢，其實好多好有心嘅人。係啊，同埋呢，我都想講俾即係聽眾知道呢，其實即係唔好睇小香港嘅舒緩治療嘅嗰個嘅質素。其實呢，香港舒緩治療其實尤其是香港講緊由1982年度開始發展，其實講緊發展咗30幾年呢。其實呢，我想話俾大家知呢，喺世界各地啊，即係雖然未必喺香港啫，原來喺世界各地好多喺唔同嘅國家好出名做舒緩治療嘅嗰啲係就係領導啊，嗰啲領導人物啦，原來都係香港去嘅。即係我可能大家未必會諗過呢一樣嘢嘅，即係其實哇，原來而嗰啲人係講緊喺全世界嘅舒緩治療，可能一啲嘅學會入邊呢，係做緊一啲好重要嘅領導地位。而嗰啲人原來佢係香港去嘅喎。係啊，咁所以其實香港係我諗香港好多嘅人才喺度，亦都係啲離開咗啦。咁但係我覺得係我哋絕對有咁樣嘅 capacity 咁樣嘅能量去做呢一樣嘢。而我諗現在缺乏嘅就係一個總合性嘅政策，或者一個可持續性嘅資源去 sustain 呢啲咁嘅工作。係啊，冇錯。咁所以呢，我都覺得就係而家呢，香港就好明顯啦，即係睇到我哋即係呢一個嘅數據，尤其是頭先講一個嘅即係死亡質素，我哋就跌咗2名。但係我有信心就係即係呢一個嘅下跌呢，就並唔係持續咁會跌落去。即係我覺得反而俾我哋去知道即係要反思下點解我哋會即係差咗嘅呢？我哋發生咗咩事呢？以至就係其實開始我哋要去諗，跟住我哋要做一件乜嘢嘅事去讓我哋呢，即係進步翻。我哋一定要做得更加好。確實呢，亦都有一啲事呢係發生緊嘅。咁完咗呢，翻嚟呢，我哋下一節呢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下呢，就係一啲即係喺我自己呢嘅工作入邊呢，都接觸到一啲唔同嘅醫護人員呢。其實有一啲嘅計劃呢，或者一啲服務呢，已經係將會開展嘅，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下。不怕生死，不怕生死。主持梁子敦。咁多位聽眾，你哋好啊！仲有呢最後2節嘅不怕生死嘅節目，咁啊繼續呢就同阿 Andy 呢，我哋繼續講多少少新加坡嗰邊嘅即係舒緩治療啦。我都想知呢，你就去咗新加坡1年度啦。咁我相信你係咪都應該去過唔同嘅機構度，即係睇下人哋做啲咩啊？咁揾下資料咁樣啦。頭先啱啱喺你嗰個嘅即係我哋休息嘅時候呢，即係傾閒偈嘅時候都講呢，就係你頭先特別提到呢，就係喺新加坡嗰個兒童嘅舒緩治療呢，你印象好深刻。不如你講少少啊！即係其實香港呢，即係舒緩治療已經唔係好多人會講啦，兒童就更加係喺呢個過程入邊係被忽略嘅一群嚟嘅。不如你講下新加坡係發生緊咩事？點解會咁 close to heart 呢？呢個問題，因為我未婚妻啦，其實佢係我同佢相識嘅係因為死亡而相識嘅。我哋當年係我諗2-3年前喺荷里活度識嘅，因為當時有個國際嘅會議，咁我哋一齊去參加，喺當時識咗。咁我太太就正正就係做緊兒童舒緩治療嘅社工 medical social worker 同埋 counselor。咁
喺星過我個好 impress 我就話喺我頭先提到新加坡有一個全國性嘅機構就專係做家居照顧嘅。喺呢個家居照顧裏邊，佢哋有一個團隊專係做小朋友嘅舒緩治療。其實小朋友舒緩治療係好難做嘅，因為你大家都會諗小朋友咁天真，咁多嘅希望，點可能會咁年幼嘅時候要去面對咁嘅問題呢？咁同埋有啲學者都講嘅叫 disenfranchised grief 啦，係咪？即係不被到肯定嘅哀傷。咁好多嘅家長面對可能真係一出世嘅 BB 仔，隔一個月就已經離開咗啦。咁佢哋嘅哀傷又點樣去面對呢？新加坡咁做得好好嘅就係佢擺咗好多嘅資源，或者特別係 train 咗一班嘅團隊，專係負責幫小朋友或者小朋友家長或者佢哋嘅兄弟姊妹去做呢個輔導嘅工作。喺香港係未即係都有嘅，但係未見到一個咁完善嘅一個服務計劃咯。明白，係啊，確實真係喺香港有嘅，因為我之前都即係訪問過一間機構就係兒童癌病基金咧。其實佢正正咧就係呢個機構入邊咧就係叫做喺香港已經喺兒童嘅舒緩治療入邊嚟講，我相信佢應該係最大嘅機構嚟㗎啦。但係講緊佢最大，其實講緊都係得即係廿零個同事咁上下嘅啫嘛。咁但係就講緊係全港喎，係啦。同埋另一樣嘢，我記得即係嗰個嘅訪問咧，即係當日嘅同事都同我分享就係香港其中一樣嘢就係咧冇一啲專係俾小朋友嘅舒緩病房，即係只係喺翻一般嘅兒童病房入邊。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即係舒緩治療，即係一啲叫做真係末期病嘅小朋友，其實佢嘅需要，佢嘅家長嘅需要，其實同一個普通入兒童病房嘅小朋友係好唔同嘅。係啊，咁但係你又唔可以將佢擺落去大人嘅舒緩病房，因為確實又有唔同嘅。咁所以就變咗呢班小朋友嘅而家嘅情況就只能夠真係就係住喺現有嘅兒童病房。咁喺到嗰度住，咁可能即係會離世嘅，亦都好大機會就喺嗰啲病房入邊。咁嗰個環境、嗰個配套、嗰個嘅設施，甚至係一啲嘅即係前線醫護人員嗰啲嘅即係培訓，其實都唔係好足夠去照顧到呢啲臨終嘅小朋友嘅。係啊，或者處理到佢家長或者佢哋嘅屋企人啦，或者兄弟姊妹嗰個情緒嘅問題咯。係啊，咁所以即係頭先都聽你講就即係新加坡就直頭有個專責嘅團隊就去做呢一樣嘢啦。係啊，咁頭先你提到香港有個兒童癌症基金啦，嗰邊新加坡都有嘅。咁兒童癌症基金就專係負責做癌症嘅小朋友。咁而呢一個頭先講到有個叫做 HCA Home Hospice Care Association， 裏邊有一個叫做 Star Pals， 就專係做兒童嘅舒緩治療，就唔係做癌症嘅。咁因為兒童癌症基金就做咗癌症嘅小朋友啦，咁呢一個 HCA Hospice Care 咧專係做其他病嚇。咁佢哋就係佢哋嘅服務嘅性質就可能係，譬如睇翻我離婚妻依家嘅情況，佢就真係做24小時㗎，即係佢 on call 24小時，但係佢翻工就朝頭早7點到夜晚7點啦。咁可能每一日佢嘅工作就係去探病人，去做 home hospice， 去做 home care。我未婚妻手頭上有成30幾個 case 㗎，因為佢哋成個團隊裏邊有4-5個社工，咁每個社工都有30-40個 cases 要去處理，咁就定期每隔個禮拜或者每隔2個禮拜就去探訪個屋企啦，去睇下小朋友病情係點樣啦，俾支援個屋企人啦，俾好多嘅實務上或者 information 一啲資訊，其實好多嘅。我諗好多嘅家長佢哋嘅擔心，佢哋嘅唔肯定就係知道其實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係。而當個社工或者當個護士話都俾你聽，其實都實務上你可以做好多嘢㗎。你可以點去舒緩到個病個小朋友啊，令到佢冇咁痛啊，令到佢舒服啲啊。咁樣嘅信息或者咁樣嘅支援係俾到個家長有更加大嘅安心。即係雖然係傷心嘅，但係始終佢會知道自己有嘢可以做到，又可以 provide 到嘅小朋友。係，同埋始終一路都有一個人喺身邊陪住佢嘛。係啊，因為你正如你未婚妻一樣啦，就應該一路跟就係跟住呢個家庭，就跟到可能佢離世之後就跟埋可能屋企人嗰個嘅即係哀傷。佢哋嘅服務依家係由個小朋友知道有一個咁嘅重病之後，一路跟到個小朋友過身，直至到2年之後都仲跟緊嘅，即係 provide 一個 bereavement service 俾佢哋嘅。係，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其實呢個正就應該要有嘅一個嘅服務就係咁樣樣噶嘛，咁我所以即係香港都覺得
希望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就係即係盼望香港真係呢啲嘅服務可以快啲嘅有，因為確實即係對一個家庭嚟講，其實即係仔女嘅離世其實係好難過。咁如果有人可以喺側邊陪伴住嘅話呢，都會傷心，但係起碼有啲人可以即係依靠下，可以分享下，其實係會過渡得咧會好好多嘅。係啦，咁啊頭先啦，即係啱啱喺上一節休息之前呢，咁我都講到呢，就係話即係香港呢，就唔係咩都冇發生嘅，即係雖然我哋就落後咗啲，咁啊差咗2名，咁但係呢，其實嚟緊呢都有啲嘅嘢咧係會發生嘅。咁啊呢個呢，都關我自己呢嚟緊一個嘅，即係喺我機構聖公會聖象堂入邊呢，有個新嘅服務計劃，其實亦都關我自己新嘅工作安排呢，有啲嘅嘢呢係有個影響嘅。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就係呢，就係我哋嚟緊呢就有個新嘅服務計劃呢，就係會做家居嘅領養照顧。咁啊其實呢，除咗我哋機構之外呢，咁啊其實呢次呢就係馬會嘅贊助啦。咁馬會呢就俾咗都唔少嘅資助啦。佢咧就係邀請咗5間嘅社會服務機構，咁啊再加香港老年學會啦，再加香港大學啦，同埋香港中文大學啦，幾間大學就走埋一齊做啲咩呢？就係我想試一個嘅服務模式，當然仲有研究，就係關於一個叫社區嘅領養照顧服務。咁啊唔係淨係講緊家居嘅，佢講埋院舍嘅。好啦，咁咧其實會做啲咩呢？咁啊頭先我自己機構啦，我哋自己機構會試嘅呢嗰個服務嘅模式呢，就係會喺社區入邊就會去招募一啲義工，培訓一啲義工，以至呢就希望呢透過義工呢，去支援一啲喺社區入邊嘅臨終病人同埋佢哋家人，咁啊透過可能頭先同你之前所講嘅差唔多，就係咧會上門探佢哋啦，可能會同佢傾偈啦，可能做陪伴佢哋啦，陪佢覆診啦等等呢啲嘅嘢，即係除咗透過用職員去做，因為職員始終個使費會好高嘅，同埋一個職員始終有限，你唔可以見到咁多個人嘅，咁所以就希望咧就係試下究竟即係義工又可以做到幾多啦，又做成點啦，喺度係啦，我覺得呢個用volunteers 係一個好嘅 resources 嚟嘅，因為其實即係頭先都講到，其實要醫護人員或者社工喺佢原生嘅工作上面再加多啲工作俾佢咧，其實好辛苦嘅一件事。咁點樣可以用到更加多嘅社區現有嘅資源呢？其實人咧係好多嘅 wisdom 嘅，好多嘅智慧嘅。尤其是可能一啲退咗休嘅人士啦，或者一啲因為佢喺社會上面咁多嘅經驗，冇錯。可能佢退咗休，好似我爸爸咁，我爸爸都退咗休㗎。咁但係佢退咗之後，佢又繼續去佢嘅人生啦，佢又繼續做義工啦。咁我諗呢啲嘅人才，我哋係唔可以白白咁俾佢流走咗。係啊，同埋咧，即係而家咧，大家都要明就係咧，開始而家慢慢進入退休年齡嘅呢批人士咧，好似我爸爸都退咗休，其實佢係一啲批有學識，即係錢亦都可能之前已經好多人都揾咗唔少，可以儲住一啲，即係個經濟唔係太擔心。咁而另一樣嘢好緊要就係佢哋仍然好健康啊嘛，即係今日嚟講60歲退休，其實哇好健康嘅嗰啲人，其實即係仲係可以打波啊、去旅行啊、去玩啊，即係佢嘅生活比我更加精彩嘅，即係我阿爸就係咁樣樣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批人其實佢除咗去享受人生之外，我覺得真係嘅，唔好嘥咗佢哋呢啲嘅 manpower 同埋佢哋智慧。係啊，同佢嘅智慧啊嘛，佢人生經驗啊嘛，即係其實佢哋就係一個好好嘅資源，就係去幫緊社會入邊其他有需要嘅人。咁我哋成日諗到就話成日都講哇人口老化好似好大嘅危機啊！喺外國會講到叫 silver tsunami 銀色嘅海嘯，越嚟越快啦，好多嘅人白頭髮就會殺到嚟㗎啦。但係你會諗下，其實呢一班嘅老人家佢哋有咁多嘅佢哋寶貝嚟嘅，我係將一個寶庫嚟嘅。點樣由一個 silver tsunami 變成一個 silver reservoir 啦？一個銀色嘅寶藏。點樣發掘到佢哋嘅能力，令到佢哋可以有人生更加多嘅意義啦？係去回獻翻嘅社會，我覺得咁樣係好好嘅 idea。係啊，冇錯。咁所以呢，我哋嘅機構啦，就將會呢，就係即係喺嚟緊嘅出年嘅2016年1月1號，就整3年嘅時間呢，就會去試推行一個嘅家居嘅領養照顧服務。咁啊就係主要呢，就係透過即係義工去做呢一個嘅服務嘅。咁當然我哋都會有一啲嘅社工嘅。咁啊社工同埋我哋嘅護士嘅同事呢，主要就係呢喺背後呢，就係去支持呢一批義工啦。咁同埋有啲呢比較特別同埋複雜嘅個案呢，都係佢哋親自呢去處理翻啦。咁會係一個咁樣嘅工作。咁啊轉頭呢翻嚟呢，休息完仲有最後一節嘅時間同大家分享。不怕生死，不怕生死，主持梁子敦。
咁啊，咁多位朋友，你哋好啊！翻到嚟呢最後一節嘅不怕生死嘅節目啦。咁啊，Andy 頭先呢講咗好多，就係新加坡嗰邊嘅政策啦，有啲乜嘢會做關於去臨終照顧啦。咁啊，我哋都討論咗一啲就係即係喺香港嘅即係一啲現時一啲嘅即係關於臨終照顧嗰啲嘅狀況啦。咁啊，翻到最後一節啦。我想真係翻翻係你自己多啲嘅，正如講啦，即係其實每一次咧，我翻嚟訪問一啲即係唔同嘅嘉賓咧，我都好有個興趣想問嘅就係咧，對你嚟講，即係你自己去點樣去，即係當你做過咁多關於即係生死嘅工作啦，可能去訪問過唔同嘅人啦，又做咗唔同嘅研究啊，資料搜集好多嘅嘢喺你自己嘅腦海入邊啦。唔多唔少一啲人有啲感受嘅，你點樣去睇死亡呢樣嘢呢？係講緊係你自己嘅死亡，可能係我真係好相信死亡係人生必經嘅階段嚟嘅。即係你如果一個人係長命百歲唔死嘅話，其實係一個好恐怖嘅社會。好多人驚，好多人驚嘅。即係越嚟越多人，又冇人會離開地世，咁係一個好恐怖嘅社會。我就見到我同之前咁多嘅病友啦，或者一啲離咗世嘅老人家去工作嘅時候，發現其實好多時佢哋未必係怕死㗎，即係佢哋覺得我都已經活咗咁多年，其實我人生好豐盛，我都明白自己會老去嘅，咁冇問題。佢哋最擔心嘅就係話活咗咁多年，好似冇乜成就啊，即係好似冇乜留低俾仔女啊，又冇錢啊，冇樓啊咁。佢哋擔心嘅唔係死咗去邊，而係死咗有啲咩冇留低呢？咁呢個係佢哋好大嘅擔憂，而我亦都反映到我嘅生命，即係我諗好 bless 嘅，即係我由細到大。即係經歷過高低起跌啦，但家庭嘅環境始終都係好支持我去做任何嘅嘢。咁而我如果我唔係因為做死亡工作，其實我見唔到原來社會上係有咁多嘅苦難喺度。即係我諗當我認識死亡之後，係改變咗我人生觀嘅。所以我諗我細細個一個比較 middle class family， 一個中上嘅家庭啦，咁係見唔到呢啲嘢嘅。即係我冇諗過原來香港嘅老人院即係私院啦，即係香港好多唔同嘅老人院，好多做得好好嘅，亦都有啲係做得比較差啲嘅。而當我去探訪一個喺私院嘅老人家，上去見到佢居住嘅環境，見到佢乾唔乾淨，見到佢冇乜活動嘅空間，其實係好多嘅 suffering 喺度，好多嘅苦難喺度。而我見到佢咁樣嘅情況，我會反映翻其實我自己好幸福嘅，即係我幸福喺我幸福嘅生活嘅時間裏邊，我可以做啲乜去改善到人哋嘅生命㗎啦。我覺得呢個係令到我嘅人生觀有好大嘅轉變。其實係嘅，因為即係我自己嘅情況，我諗都同你似嘅，就係呢，即係喺我自己即係入行去做呢個工作嘅時候呢，其實我都冇特別諗過要做呢一樣嘢，完全冇諗過嘅，真係即係只不過讀完社工畢咗業，跟住揾工嘅時候就揾到聖象，跟住佢又請咗我，請咗我之後先知做呢啲嘢咁咪做啦，冇所謂啦，咁咪打份工嘅啫。直到真係呢，我諗真係嘅，當你真係去到睇過一啲嘅人。無論係喪親者，無論係臨終病人，即係佢哋嗰個嘅生命嗰個嘅故事，其實好觸動，即係會見到即係點解有啲年輕嘅生命要離世呢？點解有一啲人其實佢人生好多嘅對生命好多嘅承擔，好多目標，對家庭好負責任，但係點解佢要患一個咁重嘅病呢？即係喺呢啲嘅過程入邊呢，好多嘅反思，俾到我自己都會覺得其實我有好多嘢㗎咯。即係雖然你問我要比較，咁梗係有好多人比我擁有嘅嘢可能會再多啲，咁物質上嘅嘢啊等等嘅嘢。咁但係我已經開始會去諗嘅就係，其實我而家有嘅，其實都已經好好㗎咯。我仲想求啲咩呢？即係尤其是去到今日，我覺得其實原來家人平安。身體健康已經係最大嘅福氣嚟嘅，係最大嘅福氣。係啊，即係我諗好多時，我哋喺一個咁現今嘅社會啦，好多時都會以物質生活為主啦。所以好多人都話我要買一樣嘢，要買新嘅電話，whatever。但係其實所有呢啲咁樣嘅，其實到最尾係唔重要。即係我覺得死亡帶到俾我哋嘅一個啟發就係話，其實生命好短暫，同埋隨時都會冇。咁如果係咁嘅話，你要點去活你自己每一天呢？係咪你每日都做一啲嘢覺得你有意義嘅呢？而好多嘅説話或者你平時話我其實我屋企人嘅，但我唔會同佢講，因為唔知點解我哋好慳，好慳呢樣嘢。咁其實我同我屋企同我父，其實我係獨仔嚟嘅。咁
由細到大就搬嚟搬去咁，所以令到屋企人嘅關係亦都有啲疏離。咁係直至到我做咗死亡嘅工作，我先會發現到原來屋企人係咁重要，即係令到我同屋企人嘅關係打開咗嗰個溝通嘅渠道，令到我更加容易去表達對佢哋嘅欣賞，對佢哋嘅愛啦。以前可能未做死亡之前，你叫我同我屋企人講我愛你，好難嘅，好難開口。係冇錯。咁但係依家即係接觸咗咁多，因為透過死亡認識死亡之後，發覺原來生命好寶貴，而我屋企人對我嘅愛或者我哋之間嘅愛係更加嘅寶貴，我要更加去表達到呢一樣嘢。咁係咁樣嘅情況底下，令到我同我嘅爸爸媽媽嘅關係好咗好多。係啊，其實我諗即係你嘅分享令我咧諗起我自己咧，之前咧探其實唔止一個啦，其實好多嘅臨終病人咧，即係當我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咧，去到人生最後嘅階段。其實最想要嘅係啲咩呢？就算你話好老土都係咁講，真係唔會再講我嘅工作揾幾多錢啊，我要去即係揾一個新嘅電話，我要買一個靚嘅手袋啊，真係冇人講呢啲嘢㗎。即係其實佢哋去到嗰個階段，就算係有錢嘅冇錢嘅，都係講最想就係可能見一啲屋企人啦，想佢哋陪住自己啦。就算可能有一啲嘅病人，佢哋同親人可能以往嘅關係係破裂咗嘅，但係好多時聽到佢哋嘅即係最後嘅心願 last wish 都係話我好想揾翻佢哋，修和翻，好想見翻佢哋。即係當然唔係個個都成功嘅，有啲係成功真係可以揾得到，以至係屋企人即係離咗婚嘅太太帶埋啲仔女係肯去嚟探一個即係分開咗好多年嘅男士，係有呢啲咁嘅畫面嘅，但係亦都有係最後冇嚟過嘅。即係我會覺得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呢，即係一來俾我學識真係要珍惜啦，把握呢刻我哋擁有嘅嘢啦，尤其是關係啦。而另一樣嘢就係我覺得都俾我學識就係我哋有時都要學識放下，唔係樣樣嘢都可以真係如你所願去完成得到嘅。有啲嘢真係完成唔到嘅，有啲遺憾係真係會有嘅。咁但係人生又要繼續行落去嘅，你唔可以話停咗一個刻。我亦都唔贊成就係自己了結自己嘅生命，咁要繼續行嘅時候，咁點呢？咁我覺得就係喺個過程入邊，我哋慢慢去學識，就係去擺低一啲我哋真係做唔到嘅嘢咯，冇可能完成到嘅嘢咯，學習去原諒自己。我覺得學習原諒自己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功課嚟嘅，係啊。咁所以呢個就喺我呢個工作入邊都亦都讓我學識到嘅嘢㗎，係啊。即係可能我亦都我好同意你講嘅，就話放下或者放下自己嘅執着。即係可能我哋由細到大嘅社會教育啦、學校教育啦、家庭嘅觀念啦，會令到我哋喺睇人生係一套嘅睇法。而當我接觸咗咁多死亡之後，我發現其實我係咪仲要咁硬頸嘅咧？係咪仲要咁執着嘅咧？係咪要好多嘢要 go my way 嘅咧？唔 go my way 得唔得嘅咧？係咪一定要人哋改變到好似我要達到個要求咁樣？我覺得當我明白到原來生命咁短暫嘅時候，我仲係咪要咁多嘅執着咯？我可以放下到呢啲嘅執着，其實人生會覺得舒服啲。對自己冇咁多嘅要求，當然要求係好嘅，但係唔好咁多不切實際嘅要求，同埋對人哋都唔好有咁多嘅要求嘅時候，而係可以隨緣咁去做一件事。我覺得咁樣嘅生活嘅模式係會比較舒服啲。係啊，我都覺得係，即係喺一個咁嘅模式之下，即係會讓到我覺得反而唔係一個好消極嘅生活態度。我反而覺得好積極嘅，即係積極就係因為有一啲嘢，當你知道你冇辦法去完成佢嘅時候。你無謂讓嗰件事去即係扯住你自己去行啊嘛，即係你知道你前面仲有啲咩要做，咁你咪繼續向住嗰啲嘅地方去行咯。咁我覺得其實即係我哋嘅人生，即係你嘅人生，我聽到頭先你嘅分享，即係我自己都係覺得就係去呢一個角度繼續去行，咁然後相信行到幾遠我都唔知嘅，其實因為即係唔知道究竟幾時我要死噶嘛。但係我覺得唔好理啦，總之行到幾多咪幾多，幫到一啲人就幫到一啲人。所以我覺得你活得生係積極，同埋你覺得係開心嘅，而你嘅開心唔係建基於喺物質上面，而係建基於喺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同埋建基於你自己人生嘅理念。我覺得呢個係甚至先至活出精彩咯，我相信係明白。咁啊都好多謝阿 Andy 啦。咁啊你即係嚟到我哋嘅即係特登，即係其實你喺新加坡就翻嚟香港，就我知道你有啲自己嘅事辦，咁我就掹咗嚟呢度咧，就做咗一集嘅訪問啦。咁啊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即係新加坡嘅嘢啦。咁啊嚟緊你就好快翻新加坡啦。咁啊繼續教書，繼續做研究咯，係咪啊？其實我嚟緊呢一個月係會有一個結婚嘅旅程。即係咁啊！恭喜你，即係呢個新婚嘅快樂啦。咁即係然後跟住就翻去繼續就
續做翻即係學術嘅嘢啦。OK， 咁啊，希望不過我相信成日都有機會見得到你嘅，即係只要大家繼續都喺呢一個嘅範疇入邊，總會喺唔同嘅研究啊、唔同嘅會議入邊啊、唔同嘅地方啊，有機會再見到嘅。係啦，咁啊，希望你嘅工作繼續順利啦，亦都喺新加坡入邊咧，可以繼續發展你自己中意嘅事業啦。係啦，好多謝晒Arnold。好，咁我哋咧都希望咁多位聽眾晚安咯，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不怕生死。